粵澳杯第一回合，澳門作客輸0-2。另外，回歸杯元老足球邀請賽，澳門喺小組單循環攞到1和2負嘅成績，未能夠出線。林子峰報導。第一場和香港，着綠色衫嘅東道主澳門朝早先對中華台北㗎。雖然半場領先1-0，可惜澳門喺換邊後失咗2球，結果先贏後輸，1-2不敵中華台北。連同晏晝以同樣嘅比數不敵泰國，身處 A 組嘅澳門喺小組賽1和2負，未能出線。因為今屆參賽隊伍有8隊，賽程安排比較緊密啦，每隊都要1日2戰。經過2日每隊3場小組單循環 ，A、B 組首名誕生。泰國以及葡萄牙將會爭奪今屆回歸杯元老足球邀請賽冠軍。呢場決賽喺星期日晏晝3點開波。